多少建议？好。或是需要一些时间哈，让自己在精神更好一点哈。然后有些朋友希望可以继续吃哈，因为我刚刚吃了蛮好吃的这样，第一次玩才不会浪费哈。那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志愿服务的发展趋势哈。那待会上课的内容大概会用文页，然后一些影片穿插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志愿服务的一些现况，跟我有接触到或者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些概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个应该今天是课训练这两个基础训练基础号哈，所以应该这个概念你们应该会在这几天的课程里面不断的听到哈，到底什么是志愿服务，然后什么是志工，那到底为了什么我们要当志工哈？这些超多因素要了解，都会一起知道哈。那在我们要进入说现在的志愿服务趋势是什么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现在台湾的这种志愿服务的类型哈。来，这个就要先关掉哦，先问大家一下哈。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你们都有当过志工的经验吗？还是正准备要去当志工？正准备，有当过志工经验的伙伴可以请举手。好，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你们哈，你们在哪里当志工？在家里，我听错了吗？在家里，是不是有人这样回答我？在家里帮妈妈扫地，倒垃圾。好，来再问一下，请问有过经验的伙伴，你们在哪里当志工？环保志工，还有呢？图书馆、义卖，帮谁义卖？那个慈善团体，好，做义卖，还有没有？在养护中心，在特殊的机构里面，好，当志工，还有吗？在社区里面当志工，还有没有？有没有你去当志工的地方，或是去当志工的单位，跟刚刚前面讲到的不一样？一般的一些宗教团体里面哈，还有呢？差不多哈，应该差不多是这样。那刚刚是有经验的人哈，刚刚有些伙伴说，我还没有经验哈，我正准备要去当志工，那我可以请教一下这些正准备要去当志工的哈，准备要去哪里当志工？都可以，还没有确定，就是先来上课准备起来，请回转出来志工的。有没有谁哈？你还没有去当过志工，但是你已经有锁定一个地方，就是受完训准备要去哪里当志工，有吗？没有？好，没有关系哈。今天这个课呢，志愿服务趋势除了待会我们先跟大家讲，现在大概在台湾当志工哈，大概大家都会很建议他们当志工，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哈，我们会再来讲一些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原来这样叫做当志工。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告诉大家呢？因为有时候我会发现说，因为我比较多的机会是在社区里面跟这些民众互动哈，当我们在社区里面说要鼓励大家来做公共参与哈，或者是当志工的时候，他都觉得很难，就觉得当志工有时间是一回事，可是好像要做的事情不是那么完美这样。好，那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当志工也是很简单的方式。那我们来看看哈，现在比较一般的我们台湾的民众参与志愿服务大概是几种类型哈。第一个叫做社会福利的公共服务类型哈，我们刚刚有一个直接讲到在养护中心，对不对？好，这个就是社会福利类型的哈。那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各县市哈，来调查一下，我们应该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台南市，对不对？是台南市以外来的举手。好，所以我们都有嘛。
知道在你所在的县市哈，不管你是台南还是你自己的高雄，或是你从家里来的哈，你知道在你住的那个地方哈，有这些单位吗？老人中心啊，儿童中心，知道吗？有没有听过？你可能不见得去过，但是你知道这些地方，有哈，知道哈，好，所以这个都叫做社会福利型的公共服务的地方哈。意思就是这些单位他在做的是社会福利的服务，然后很多都是公家单位来成立的。那会有一些是私人单位成立的，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养护中心，它有可能是公立的，也有可能是私立的。好，那再来一个就是社区志工，刚刚我们也有那个参与的伙伴提到在社区里面当志工，我们会把它纳入这个是在社会福利系，然后做公共服务的部分。好，那另外一种就是在学校做服务的，好，比如说学校做服务可以有两种类型哦，一种叫做我到学校去服务人家哈，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学校做服务，会去当学校的志工？也没有关系，没有对错，你忘记了？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当学校当志工？来，我们在座哈，就是已经有小朋友或是有孙子的情况，你是当阿公阿妈，是当爸爸妈妈的。然后好，先举个哦。然后你的小朋友已经是学龄，在学校念书的，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哎，怎么有一个弟弟举手？吓到我了。不是问你有没有在上学哦，问你有没有小朋友哦，你有小朋友吗？当爸爸妈妈的，没有啦哈，不要吓我，这样我就要把你转介给刚刚的诗诗老师。好，来开始哈，都来对手进来，就是你们家有小朋友，然后已经就学了，那你们有没有在学校当志工？都没有。你们念哪个这么好的学校，有这么充分的师资资源，都不需要任何的志工在学校帮忙？都没有哦。那你们送小朋友去学校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门口有那个导护妈妈、导护爸爸？那个都是志工，知道吗？好，然后还会有人家小朋友跟我跟你们讲过，尤其是国小的小朋友，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晨光时间，会有人去讲故事，带他们读经。好，这个都是去当志工的一些，多数啦，都是学校里面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还有一种，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学校里面还有这种，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是说我在学校里面吃营养午餐，去学校帮小朋友看分，你知道吗？因为我妈妈就做过这件事，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学校的志工现在还有这种分类这样。中午的时候去帮小朋友营养午餐那个准备哈。好，这个是学校的部分。我们刚刚说学校会有两个部分哈，一个是我去他当志工哈，刚刚这边讲到的课后照顾，我的学校会推动课后照顾，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有空的爸爸妈妈用下午的时间哈，放学过去辅导小朋友做课业、写功课或者玩游戏主题，这个叫做我去学校当志工。另外一种呢，就会换过来角色了哈，我们现在在座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哈，你们在学校有参加社团？活动以下可能没有，我们这边有高中以上的同学吗？没有。在学校有参加社团，对不对？如果是高中啊，你知道哈，小朋友大概到了国中跟高中开始，学校会有很多的社团。好，那现在的社团活动哈，就是不是像以前比较传统，就是在学校里面，然后有兴趣的同学自己组成的社团，比如说可能是热音社，或是舞蹈社，或是什么画画社，好，大家除了有共同兴趣之外，现在的学校里面的学生社团都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会到外面去服务社区或者一些特殊的场所哈，比如说养护中心可能也会常常有学生的社团去那边表演给老人家看这样。所以我们在谈说学校的类型的服务的时候，大概会有两种，一种是有到学校去，从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好，那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的部分，等下后面部分再讲到。那另外一个大家蛮常看到的，尤其是我们平常走在路上，就常常会看到，尤其是上下班时间会有义警，对不对？就是在指挥交通，帮忙指挥交通，好，然后还会有消防单位的时候会有义消，好，那社区里面会有巡守队，好，就是在行政消防的单位的部分，也有很多人在当职工。义警的
跟义消，通常是什么人去做？我认为这更清楚一点。男生跟女生，那女生怎么可以去？可以哦，可以哦。好，是在比例上啊，我们会感觉看到的是男生多。好，再来有些是我们常会遇到的，我们去户政事务所，如果要去办一些服务的时候，或者是现在很多的邮局也有，对不对？都会有一个服务的台子，然后会有一个人坐在那边。那通常这个人的角色都在做什么？有没有被服务过？他在做什么？帮忙填单子，对不对？然后还有答一些问题，尤其是现在邮局都常常很多人，对不对？有时候你要看一个业务要很清楚，但是有时候可能你的业务不需要到窗口，或是原来你问的这种咨询服务的人都才知道，哦，原来你要办的事情在这里办。好，所以这是户政体系。再来是环境跟环保类型，然后我们有一个大哥有提到在做环保志工，对不对？好，这是另外一个类型。好，再来一个卫生所、医院，有没有伙伴在医院当志工？这边没有，这边刚好没有。我听说哈，不止听说啦，自己的亲身的经验，有一些朋友，现在啊，大家都蛮喜欢去医院当志工的，知道为什么吗？我先问一个问题，通常会有志工的医院是诊所、地区型的医院、教学医院，哪一种类型比较会有？你去的医院哪一种？我刚讲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医疗有分等级，对不对？在我们家附近你会看到叫诊所，然后会有一些叫地区型的，好，然后再来最大型的就是所谓的医学教学中心那种，这种就是什么，像我们这里的话，大概是成大，比如说这种这三个等级、这三个类别的医疗处所，如果我们都有去过，假设这三个地方我们都有去过，可能只是去看病，或是自己有机会去看医生。你在这三个，你在哪里会遇到志工？教学医院，教学医院，那教学医院比较常会遇到志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再回到刚刚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去医院当志工，你觉得是为什么？为什么？升学这个呢，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之一，放在后面。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跟刚这两个问题有关联哦。哪一种等级的医疗处所会有志工？然后现在的人很喜欢去医院当志工，去医疗处所当志工，你觉得为什么？换个方式问叫做通常你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要跟他打听说，我想要去看医生，哪个医生比较好？这三种等级哪一种你才会去打？教学医院嘛，对不对？诊所，你只要出题列表，大概都知道你要去看什么嘛。好，一定是你的亲戚朋友或是你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要去大医院会看一下说，医院的哪个医生比较好，对不对？好，再来一个，这三种等级的医院去哪里要排比较久？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排吗？为什么？这个没晓得才是为什么？什么东西？可以知道一些当你需要用的时候比较多的讯息，对不对？知道哪个医生这一科哪个医生好，或者他问我这个问题，跟你讲讯息。最重要的是，当我自己或者是我的亲朋好友需要的时候，想象上我可能会比别人快获得服务，对不对？我讲的三个字很重要，叫做想象上，好，所以就会有很多人现在其实还蛮流行去当志工。
山口水库真文水库，这些观光风景地区有时候它会有很多的机构包括美术馆或是科工馆那我们台南就有什么？台南最近有一个刚全面开放的叫科工馆，有去过？没有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这就不太远，我觉得那边蛮好玩的我去过。那像在经济方面，常常看到会有喜欢这种类型，它不见得是他们的专职工作人员，它会有志工在服务大家这样那再来就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部分就是平常我们它可能比较不是在所谓我们常听见或者是我们以为的正规的系统里面比如说刚刚那个姐姐提到的就在一些我们的那个宗教机构里面，特别是比如说台湾传统有一个庙宇会很多人在当志工那比如说他可能会在需要的时候去有往这个社区里面或是幸福的往这个地方做他可能他不愿意多点，就是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事，比如说我是一个外婆对，我想想他就在做这个服务这样，所以你看服务的类型非常的多，所以可能任何你可以想象到的台湾只要在公共领域的范围里面，或者我们生活有关的任何一个范围里面都可能会遇到启动这样。这个是一般性目前我们比较少知道的。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是你可能已经知道了那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叫做虚拟志工什么叫做虚拟的概念？那个小朋友应该知道。我刚刚看到下课很多小朋友跟我刚刚在后面做的事情一样在滑手机，在打开你的平板电脑，对不对？当我讲到滑手机的时候，顿时好多人抬头看我。什么叫做虚拟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作，或者是人跟人之间很多的沟通，你不需要直接看到这个人，对不对？就是这样，你可能会是透过网际网络，你可能会是透过电脑，可能会是透过电话，但是我都不是直接跟这个人沟通。虚拟的概念在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比如说，有的学校，我们如果小朋友在上学的话，有的学校会有远距教学的课程，对不对？或是你有在补习班，如果说大人你有去参加过补习班的，补习班有一种，补习班现在的课程有3种，一种叫做像现在一样在讲课，然后你都在家里对不对？另外一种叫做函授，就是他发讲义给你，上课讲义题回家念。如果你有参加国家考试期间补习班的人就知道。然后另外有第3种叫做那有今天叫做对录影带教学，就是他上老师上课录影带，然后你就坐在下面。这个怎么有在电视上你们有转过有一台，就是它是那个空中大学，就会有老师在上课一样的概念，就是那这样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虚拟的概念在里面。然后像我们现在在大学里面很多的课程就叫做远距教学，就是老师他其实不跟同学在同一个课堂上，他其实就是透过电脑，透过这样子的过程教学。那我们讲到说虚拟志工虚拟怎么样可以当志工比如说今天我们上完课之后所有的同学呢感情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决定自己组成一个叫做我们是读经志工我们是读经志工我们成立一个叫做读经志工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大家刚刚讲了，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不一定住台南，就算住台南，也有好多乡镇可以到来看看就觉得我们要凝聚这个情感，那我就决定说，那我们来网络上架一个网站。做各种的网站，然后呢，里面会有很多的讯息，叫做比如说协会要办课程的时候通知大家，比如说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人他发现某一个机构需要做服务的时候，他号召其他人跟他一起做服务，就可以把这个资讯在网络上，不用大家每次碰面才能讯息交流，可以在网络上做交流。
子的时候，有大家看起来就很年轻嘛，跟我一样，有很多比我更年轻啊。网站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页面点进去实页？好，网站的制作收费是看你做了几页来收费，页所以做一个网站很贵哈。那我们就想说，可是我们志工团刚开始啊，我们又没有经费哈，也不能说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马上大家掏腰包啊，就是自掏腰包哈，然后请人来做网站。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阿公举手说，知道哈，我们家的孙子在台北，然后他是念那个资讯应用，他很会做网站，我可以请他帮我们做。你们觉得可不可行？他儿子在台北可以怎么做？怎么做？用电话联络，然后呢？大家好像都知道，但是就很害羞，不知道怎么讲话。这个男生，这个在台北读资讯科技的男生，他可以从头到尾不用跟我们任何人见面，然后就帮我们把网站做好在网络上，然后让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相信吗？好，这个叫做透过一个虚拟的过程来完成一个任务。好，我们没有实际的面对面讨论，但是这个任务可以完成的。好，所以这个叫做虚拟志工。好。那再来一个是家庭志工的概念，我们今天这边应该有人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或是爸爸妈妈带孙子，或是兄弟姐妹有没有？有吗？可是刚好每个都没有关系，我想应该是有啦哈。那其实我们这几年来哈，其实都会看到说有越来越多的是家庭里面的成员一起出来当志工。那我问你们哦，为什么家庭里面的成员会一起出来当志工？为什么？你们觉得为什么？拉近什么距离？拉近亲子关系的距离。这个是说跟小朋友好。来，那我要问小朋友哦，这个爸爸妈妈或者阿公妈妈叫你们一起出来当志工，你们都是心甘情愿的吗？是吗？是吗？大家都不敢讲话，我先把大人赶出去好了，然后我们再把大人叫进来，是心甘情愿的吗？应该不是，那你怎么说动他来？想办法。亲子小朋友大概是这几年才开始加入这个行业那为什么小朋友加入这个行业？这个也跟等一下我们后面让同学开始跟学校其实是有关的。可是其实比较早期，大概都会是夫妻，或者是比如说是那个媳妇跟婆婆一起出来当志工，对不对？会这样的感觉。那你们觉得为什么？如果是夫妻的话，通常是谁先出来？老婆或是太太，你看大家都很有共识哦。那为什么做到后来，你觉得这个太太会要把先生拉出来当志工？让社会更祥和，让家庭更和乐。所以前提就是家庭有一点点不和乐。对嘛？要让家庭和乐的前提就是家庭可能有一点点不和乐，这样是吧？可能是可能那我讲可能不一定那为什么家庭可能有一点点不和乐？你想到刚刚拢走出去外口去做志工，厝里头地嘛无扫你若要转来我点心堂食，你外口外头到底是做啥？有没有？有遇过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可能跟你本来一起在当志工很好的伙伴，某一天他告诉你说，他昨天当完志工回去被家里人污蔑，有没有？有，对不对？那怎么办？那怎么办？这样子把他拉进来，
你既然说你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我干嘛去嘛？看我在做什么嘛，对不对？好，这其实很早年哈，这个已经我们说家庭志工的概念早年是比较多哈，就是后来夫妻或者是媳妇跟婆婆会一起出来参加哈，其实跟我们在讲那个性别的议题有一点点关系。好，就是大家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些现场应该也是女生居多，对不对？好，放眼望去就知道哈。其实公共服务生与这个面向来讲哈，女生还是多过于男生。可是有一个时代是我们大量鼓励来当志工公共参与的时候，女生投入很多公共参与的行列，但是家里的人他可能不见得可以理解到底在做什么哈。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有一个时期哈，我们变成鼓励说，那你已经当志工的人哈，你把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公公婆婆一起带出来，让他们更了解你在做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会让你的家庭和乐一点哈，会让每个人都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样哈。所以比较早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然后再来到最近的学生志工的部分，小朋友开始加入以后，然后我们说为什么哈？那另外一个是退休人力的运用哈。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部部长是谁？大家知道吗？还写过很多书哈，一个有名的作家，大家都知道。他在前年的时候推动一个政策，叫做要做100万黄金志工，100万黄金志工。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搞不清楚什么叫黄金志工哈，是看着志工大家都让你进口，你骂起来弄好，为什么叫黄金志工不能叫白银志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后来呢，搞了好久，终于搞清楚哦，原来呢，因为我们部长也是文人嘛，也比较多书这样，他就觉得说，我们有很多的老师或是公务人员退休了以后，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能力，然后应该让这些人的能力回馈给我们社会，所以这个时候他期待做这件事情，所以把这些人叫做黄金志工，好。可是如果白话一点来讲，如果我们其实我们再回头去想一想，其实邀请退休的一些比较年长者来当志工，其实很早以前我们社区很多单位都在做，对不对？不管我们在社区里面，或者是在一些社会直播里面，常常我们都看到的哈。所以其实只是说再给他一个好听的名称这样子哈。好，那再来一个呢，叫做专业志工。专业志工是什么哈？专业志工是，来我们先看一个影片好了，看完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什么是专业志工。大家好，我是这一次随着奥运斯来到这里，旅程中我时常望着这个窗外的风光，真的很美。但是这么美的地方，却因为贫穷、缺乏知识和医疗设备，每天都有失明的悲剧发生。在我奥运斯光明大学以后，我不知道世界上名称会有小朋友失去他的视力，因此比赛希望小朋友可以看到我的效果。在小朋友他在影视的专场，他能够发现他有这个斜视，所以他就有机会接受这个手术。对我来说简直是震撼，看到他们这两个觉得他们很勇敢，然后我们只能做了一点点的事情，就是关心他们，然后就把力增加，让更多人接受这种手术，让他们人生更美好。真的好感动，这个小小的手术会帮助一个小孩改变他的一生。谢谢啊。其实真的有很多小朋友需要做这个手术，然后看到他们这么天真的笑容，是真的好。真的是，哎呀，不用
天就去探访一下，他是内驾校。你现在痛了？当初我们看视频，我自己的眼睛非常的伤心，大陆百姓不能承认这种骗骗，当时真骗骗，把我的生都吃了掉，现在还有看到他妈妈这么担心，其实我很了解他的情绪，我真的很希望他早日康复，然后很快就重现光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奥里斯会培训当地医疗人员，又派遣医疗队伍进入农村进行免费筛查活动，希望尽早发现有点有效，及早治疗。不要听自己的爱心，其实是奥比更多小朋友的视频从实传小。让他跳，让他慢慢地跳。好，这个影片没有很长，短短的，对不对？有听过奥里斯基金会吗？有没有？没有。刚刚有一幕啊，那个墙，那个小朋友，他手上拿着一个小小的玩偶是什么？你看吗？白白的玩这样。飞机，有看出来吗？它是一架飞机的小布偶。好，为什么是一架飞机？好，这个奥里斯基金会最大的特色就是，突然觉得去年给去年一样在这里的场地看的那个影片比较容易讲解嘛，因为我担心有的学员是用重来的时候就一样的基金会我画几个影片给大家看。它其实是有一架飞机，好，是真的飞机哦，好，那很大的飞机是奥里斯基金会的。然后它那个飞机里面呢，最重要的功能在它那架飞机是一个医院，飞行医院哈，你看听过或者有兴趣回去可以 Google 奥里斯基金会，就可以看到那架飞机。那架飞机上个月还来停在台北过境，但是它有来过台湾，停在高雄开放参观的。好，这里面是医院。那这个基金会在做什么呢？从刚刚这个影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金会在做服务。这台眼睛，对不对？好，那这台飞机哈，它的特色是什么哈？它会一直飞到我们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落后的国家。那这些国家呢，都是医疗技术比较没有那么发达的。那这个基金会主要推的就是眼睛的医疗的部分，所以他们就会带着世界各国的眼科医生，好，然后到这些区会到不同的，比如说像这个影片是在中国大陆某个省，我不晓得是哪一个省，就是在中国大陆。然后呢，飞机会停在那里，然后这些医生跟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就会帮这些边缘地方的小朋友做眼睛的筛检，然后需要动手术的就帮他动手术。那动手术会有两种状况，一种我们刚刚看到的哈，是在他们比较简陋的看就知道哈，比较简陋的手术的环境。那有另外一种是，如果当地连可以动手术的环境都没有，就是在飞机上的那个医院动手术。好，然后除了动手术之外，他们在边动手术的过程中，边同时教各个地方的医生这个疾病要怎么做治疗。好，简单说这个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是这样。好，但是我们现在在讨论专业技工，对不对？我问你们哦，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的人，就是或者换句说法哈，从这个影片里面，你觉得从这个影片，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基金会，他看到这个影片，有哪些人是志工？从我刚刚的描述跟介绍，看这个影片，你觉得谁是志工？医生，还有呢？护士，还有呢？吴君如，吴君如大家认识哈？小朋友比较不认识，我这个年纪的就会认识哈。好，她是女性，对不对？好，那医生、护士我比较可以了解。如果从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主题叫做专业职工，那当然，那吴
君主，你觉得在他这件事情上扮演的角色，他是专业志工吗？我先讲一下什么叫专业志工哈，我的定义。专业志工就是你可能有一个你很擅长的技能，或是它是你的专业，然后你运用这个技术来做志愿服务工作。好，定义叫做这样，叫专业志工。好，那吴君如是不是专业志工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奥比斯为什么要找他来拍这个广告？因为他是艺人，所以他的工作专业是什么？艺术。他的工作专业是表演，然后表演会怎么样？宣传，对不对？表演是希望很多人看，然后因为我是明星，我有宣传的效果。好，那你认不认为他在这里面扮演一个专业的角色？他的专业是什么？因为奥比斯知道靠这些明星可以吸引大家宣传，或者是因为有这些明星，我的广告或者是我这些广告要被播送的程度是不是比较高？所以就是他在这里提供的专业，他艺人的这个身份。好，还有，猜，想想这整个过程，你觉得还有谁是专业志工？介绍一下我为什么有这个影片，你们看过这个影片吗？非常好。这个影片呢是谁拍的哈？他是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刚忘了介绍哈，我是念社会工作的，所以我目前的工作就是直到现在啦，我都是在社会工作的领域做事情，就是大家普通说的社会工作者。好，那拍这个影片的人是我以前的同事，他也是一个社工。那他对于摄影跟剪辑这件事情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他是奥比斯基金会的志工，然后他已经连续很多年每年都会自己请假，好，请假的时间大概1个礼拜到2个礼拜的时间这样，用他自己的假，然后跟着一架飞机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像这个影片就是，他跟着他们去到那边，然后把这个过程拍下来，形成一个短片，让奥比斯基金会就是做宣传。所以我这个同事呢，我认为他就是专业志工。虽然他不是在做摄影这个工作，可是摄影这件事情是他很熟悉的技能，是他会使用的，所以要帮忙。因为你们可以想象，我们都知道拍一个广告片其实很贵，对不对？好，但是你可以运用这样子一个施工的能力，看着也很好，剪得也很好啊，完全看不出来，觉得说这是一个人乱剪的嘛，对不对？所以，好，我同事也是一个专业志工。好，到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专业。猜，开飞机的人，他可能也是老兵这么确定，或者是他本身是这个基金会的职员，也有可能这个基金会本身又聘了一个技师，也有可能，这个我比较不是那么确定。我下次问完，有机会再回答。还有很重要的志工，猜对的人呢，我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不想要我拥抱，是没有人愿意猜。医生，我们刚刚讲过啦，我刚才没讲到，拍到了吗？导演哦，都没有导演啊，就是我这个同事拍完就直接而已啦，没有导演。做完饭。介绍的是谁？对，这是我来看的耶。介绍。这是我，为什么是我？介绍。为什么是我？宣传推广。对，那这样只能说我是志工哦。我们现在在谈专业志工。为什么？我刚介绍过我在做什么？社会工作。社工。如果说有一个社工来告诉你说有人需要帮助，跟你在路边有一个人拿着箱子叫你捐钱，那就给谁？那就给谁？我说你箱子你不会捐给我。我告诉你说有一个真的很可怜的很好钱，糟糕了，我的专业收到不是一笔点。你可能会选择捐给谁？捐给社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会愿意相信他的专业背景，跟他可能有经过很多的评估，然后来告诉你，对不对？
个服务，就是我们会有勤侠节律哈，中国人都说要做善事嘛，对不对？然后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出门，好像我们最喜欢做我们家后面很大的菜市场，然后那个菜市场常常会有一些身障碍人士在地上是那种烟，然后就会要小心检查，对不对？然后我去菜市场，通常就会觉得有点贱啊，然后真的需要帮助就给钱这样。我妈妈以前也很想做这件事情，但自从我那个社工毕业回来之后，我跟她出去逛市场，她每次都看我眼力，至少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不敢投钱。但我相信没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应该还是投了蛮多的啦。为什么我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告诉我妈妈说你不要这样？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政府的社会福利，或者是我们很多的民间团体，比如说像我们家参与协会，其实都有一些管道是真正的帮助。我们也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很多这种所谓出来的，他其实都跟在挂钩，对不对？他其实有些背后有些问题，所以我不太鼓励人家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妈妈也开始就帮我宣传哈。就听到一起讲联络，我身边公公，现在不可能有学一两关系，然后就会说，我昨天公关系没让我没关，好，那想捐钱拿来给我，我女儿会帮你做妥善的处理，这样，好，所以我最近也会常接到这种委托，就是比如说某一个阿伯哈，去先对我们才得了奖，就说他要捐5000块之类的，我妈就会拿给我说，阿伯这笔就拿妈妈你去做其他事情，这样，因为你知道这种钱哈也是。就是毕竟是赌博嘛，哈，就是就跟老师刚刚讲到了，不小心人家找钱多找给你10块，你可能想说到5块拿去捐洗炭这样子的，哈，这样的道理，好，就会拿钱来，然后我就要开始帮大家物色跟分配哈，因为我当社工嘛，我根本都是社工，然后就可以去了解一下最近有一些什么方案，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人，他真的可能急需要帮忙，还是帮他捐款，但是这个捐款都是会拿真正的人很多资来给大家的，始终企业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运用你的专业，好，这个专业可能跟你的职业是刚好连在一起的。那有的可能不见得是你职业，而是你拥有的一些特殊的技术或是技能，好，来帮忙做志愿服务的工作，好。所以我当志工其实在这个机会当的比较轻松，你看我出来讲课的时候，等一下，他们就很认同我这个志工的这样子，好。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当志工有时候不见得是大家想的困难。再来一个叫做企业志工的心情哈，我们看完这段影片，然后再给大家休息，好不好？看影片比较不会那么累啊哈。企业志工，我们看完之后，大家休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讲。照顾老人是谁的责任？子女、家庭还是政府？还有照顾老人也是企业的责任。星期三10点半上班时间，医院有公务员工长辈去帮独居老人送餐。从那一下子，我忙不了多，从在的那个里面在里面，你干的多，还有你说，我你的这些后面要看下来，你在那个看多，出来了，韩国最大的服装品牌 VS 化成女装、男装、童装，拥有60几个品牌，其中一个品牌双奥的代言人便是亚洲当红的苏格君尼尔和 FX。虽然卖的是时尚，顾客是年轻人。10年前，微软宣布将公司净利的10%投入企业社会责任 CSR， 特别是老人品牌。한국 사회가 구체적으로 현재 시까지 올라오고 있는데 현재 그 노인들의 그러한 헌신 때문이라고 보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정작 이분들은 자신의 삶을 바쳐서 나라를 위해서 많은 노력을 했지만 국제에 관심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 不仅成立基金会，更规定
每周1天去当老人志工，各时期在首尔市各区经营11家老人扶持会馆，其中马祖老人扶持会馆则获许多大小肯定。清晨7点半，就有长辈陆陆续续到达马祖老人扶持会馆，拿出卡丁车开始1天的课程。若行动不便，9点还有接驳车到接纳学生。这里平均1天有1600名老人家使用，向老人公司提供各式课程，健身房、社团，只要60岁以上的首尔居民就可使用，也是完全免费。你想看这个阿玛布团曾经多次举国比赛，还曾赢得500万韩元的世界大奖。其老公75岁，一起来会馆6天，包含了中文、电脑、桌球的5门课程。我是进要今年要医院也将企业管理的方法用在经营老人扶持机构上，例如午餐买1箱，投票箱一边是笑脸，一边是哭脸，表示今天的餐点满意与否，提供机构每日检讨。 저희가 호텔 서비스라는 슬로건으로 일을 하고 있거든요. 그래서 시설도 관리하고 또 서비스, 품질을 관리할 수 있도록 노력하고 있습니다. 像马祖老人扶持会馆这样的领导，首尔每区都有公办经营委托企业经营管理，韩国企业用效率与创意积极参与老人福利，同心协力照顾老人。先休息一下。谢谢。哇，好诶，谢谢。好棒哦。